中午嘅12點30分咧，海珠灣隧道咧正式直通車運行啦。咁一出閘咧，大家一窩蜂咁出去啦。記住見到呢個收費站龍門架咧，就準備進入呢個賽道啦。可能今日都係上落班時間啦，所以參賽嘅選手咧唔算好多嘅。而家試運行階段咧，全程免費嘅，到時收費待定。當你見到呢堆咁iconic嘅木棉花，正面咧進入呢個隧道路段啦。今日嘅賽事咧，全程係4.3公里嘅，雙向咧有6條賽道啊，記住限速60嘅啫。咁進入呢個隧道賽段咧，戰況開始係白熱化啦，見到選手開始又多啦，大家身位咧越拉越近啊。同埋如果你進入東新賽道嘅車手，記得提早 cut 有線咯。好啦，經過一輪隧道賽段嘅追趕呢，話即刻進入呢個咧番禺賽道啦。咁經過我哋車手咧，地板有60米嘅駕駛方式咧，逢車過車。咁見到咧有廣州南站嘅指示牌啦，咁亦都意味着咧賽事咧進入最後衝刺階段啦。直路打開 DIS， 見到咧東出發站台嘅指示牌，冇錯啦，呢度咧係直接可以去到咧東出發站台嘅。如果以前呢個路線啊，東曉南去南站起碼半粒鐘啊先嚟到啊，而家咧15到18分鐘嘅直達啦。好啦，見到車手咧順利衝線啦，入 pit 啦。我哋今日嘅全程嘅實際用時都係16分21秒啊！呢個成績我諗同韋斯達班啊都有得練下。你最近又會唔會嚟參賽呢？記得關注留言話聽啦。